芝士墨西哥筋肉人杯麵，個杯麵好似冇講過係辣㗎噃，裡面嗰啲粒粒唔好以為係粟米，其實係芝士嚟嘅。鐘嘅時限已經到咗啦，哇！聞到嘅唔係芝士嘅香味先喎，係好濃烈番茄味啊！牛肉粒同埋啲芝士已經融埋晒一齊啦。試食時間，個香味同埋個牛肉味咧超乎預期咁好食，辣度咧遠低於預期，真係完全唔辣。咁咧因為完全唔夠辣啦，頭先講咗啦。首先不如試呢一個美式嘅辣汁啦，好唔好啊？辣就唔係好辣，但係個味絕配。Pizza 上面落咗辣椒仔嗰樣味，再落第二款啦。呢款就係激新嘅日式辣椒粉啊！哇，開始辣啦！呢款普通辣椒油嚟嘅啫，唔特別試辣。因為有呢個咧，我自製嘅辣椒油，家傳嘅辣椒油啦，再加咗一啲新鮮嘅辣椒，有辣椒㗎。哇！冇晒墨西哥嘅感覺，淨係得個辣字，而家變咗。食完辣嘢咧，成頭就會出晒汗啊！呢個我特色嚟嘅。我推介係4.5粒星嘅。如果中意食辣嘅朋友咧，加呢個辣椒仔嘅。湯都飲晒啊！飯桌指數滿分。